若这个屏东县长的选举，国民党的苏清泉以1万外票输予民进党的周春美。苏清泉质疑其中有曲折，提出要搁登来验票。网络顶搁来流传一段36秒的影片。屏东一个开票所，选务人员咧开票是快速来抢票，但是并无展示这个选票，引发着议论。屏东县选委会讲，这是作业的欠点，并无勘闪着不法。也毋过，这个民进党伫咧屏东执政25年了，这届县长的选举竟然差一点点就并车，在地人嘛点出着可能的原因。选务人员甲选票摕起来，而且大声甲票念出来，公开透明流程，互人看甲一清二楚。毋过，即马所有民众发现其中一个偷开票所过程敢若有问题。3号做出米票，3号做出米票。选票摊伫桌仔顶，念票时，选务人员嘛无摕互民众看。监票不是民众的责任，而是选委会你本身就应该要有所交代。我们认定上呢是说，这是工作人员的一个疏忽，所以我们会在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文来的时候，会看情况来予以适当的一个惩处。即摆9合1大选，拿了两党伫屏东票数，敢若差1万外票，互执政25年的民进党欠米都摕袂到这片江山。都是我们自己要检讨。我们不怪任何人。选后第一时间，县长潘明安以沉重的心情讲会好好检讨。不过是安怎会有今仔日局面出现，在地居民点出各种关键因素。他们初选完以后，各个山头支持各自己的，好像不是很团结，所以造成这是一个原因。百里中数的问题啊，这个对于选情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给老百姓说实在的，生意不好做，而且有时候是真的不堪言。他们讲话跟那个做。都完全都不对合。不管是倒一种原因造成的，不过对民进党来讲，已经是一个警讯。想要伫屏东继续执政，行伫第一线，听民众的心声，挽回民心，恐惊是上重要的代志。